點樣啊？好，get up。嗯哼，你介紹下啦，呢啲係香港大年初二嘅 parade 嘅 float， 咁啊有幸每年 so far 都擺喺我哋海濱南岸樓下就可以觀賞到啦，係咪啊？哇！你睇下嗰個，嗰度仲有乜嘢啊？cheese 有 cheese， 嗰個唔係，嗰個黃色嗰個係海馬嚟㗎。